千万爱更加坚定咱的心志，因为这是替咱咧消业。咱若爱咧甲想啊，这是咧甲咱消业，吼，咱一定要挺过去。咱挺过去，这绝对就无去啊咧。吼，这个讨无就无安尼，所以讲吼，咱忙吼，拄着考验，拄着挫折，咱就退去，啊，足无惨，是就足无惨，所以咱就听这结果，咱就爱认啊，知影讲原来这个考验是咧甲咱消呢，原来别人咧甲咱骂是咧甲咱消业呢，所以有人愿意甲咱骂吼，咱足感恩的吼，特别敢若摕着咱咧甲咱骂吼，咱讲感恩咯，感恩你替我消业。哦，真正咱若法度安尼想吼，真正人生足快乐的，咱会感觉讲比起修办就足快乐的，一切拢向这方面去家想，啊，因为咱不足嘛吼，啊，所以讲若安尼想吼，一切都是我们的问题，啊，甲咱家己想好就好啊，哦，外在一切跟咱无关系啊吼，所以最后吼，咱做一个结论，吼，这是咱老师吼会一篇论文吼是。这篇论文叫指南针啊，这是内底其中的一段，吼，伊讲修道者依循古道圣贤典章五伦八德四维纲常，而能正念正行出于每一刻修正道，行出正道，素位而行，南征再报，有为道而不失正骨，明天王治世之道而能行正统大道吼。来讲，咱修办道啦吼，咱修办道爱依顺的是古道吼，依顺的是真理，依顺的是圣贤菩萨所留落来这个经典。吼，咱要所做的呢，就是爱做五伦八德，吼，爱四维公上，这就是咱学习咱哪应该爱做的吼。啊，咱做这个代志呢，一定爱有正念，吼，正确的念头，吼，正念正行，行出来爱正吼。每一时每一刻拢爱修正道、行正道，啊，所谓而行，吼，守住咱的本分，徛在啥物款的角色，扮演好咱家己的角色，承担咱家己的责任啦，吼，啊，心中就有主宰，吼，南征再报的心中有道做主宰，有这个轨道，互咱吼，咱照着这个道的这个轨道去家己行，咱就袂偏，吼，就袂行偏去啊，吼。一切遵照着前辈这个脚步来家己行，咱吼一定会成，就一定会成的啦吼。所以讲修办道，讲到尾啊，其实拢是修咱自己自己啦吼。啊，要甲咱自己修好好，吼，就是咱条啊今仔日甲咱讲，爱守其为而行，吼，甲咱所该承担的来家己承担，咱该做的该做的好势，吼，一切咱的念头爱互伊正，吼，心的本位是啥？心的本位就是道，吼，甲道就是在咱的生活当中，安尼咱以后就万年的消费，啊，这是咱条下今仔日咱做分享的。那因为条下在所学册喏，在讲解过程当中，若有所错解的所在，在盼望咱身份会当写做，咱领领咱各位真系会当多多包涵。最后用足水真系代表大家身体健康，道路方便，每一个都当欢喜充满，谢谢。赵凤菊。感谢正讲支持的贤道义工、坤道义工，都在接下来是信瓜讲解甲唱信瓜的时间。